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直銷武林大會。好多人以為直銷就係要口才了得死纏爛打，其實大錯特錯。今日我哋唔係要教你單向嘅推銷，而係要傳授你一套雙向嘅溝通絕學。直銷呢條路就好似闖蕩江湖咁，你會遇到各種挑戰。今日呢本席就係教你點樣見招拆招，掌握溝通嘅藝術。各位大俠準備好接招未？我哋馬上開始。行走江湖新手最驚係咩？梗係怕被人請食檸檬，怕被人拒絕啦。但係要練成絕世武功，首先要心法正確。記住第一條心法，拒絕唔係結束，而係了解嘅開始。對方 say no 其實係俾機會你去了解佢背後嘅顧慮。今日我哋已經幫大家收集咗江湖上最常見嘅21種招式，即係啲客最中意用嘅藉口。只要你學識點樣拆解，就可以化解疑慮，贏得信任。第一關，對手出招，我好忙邊有時間，呢招係最常見噶啦。面對呢招唔好急住 sell 佢，試下反問佢，其實你咁忙，係咪真係賺到你想賺嘅錢呢？各位，忙唔等於有效益噶。我哋唔係要你辭職全職做，而係建議你每日抽2-3個鐘頭嘅零碎時間，投資落呢個事業度，用而家嘅忙去換取將來真正嘅有錢有閒。你願唔願意忙一陣，定係想忙一世？第二關，我朋友好少咋，識得幾個人。哎呀，千祈唔好自己限制自己。所謂陌生人，其實只係你仲未認識嘅朋友啫。試下諗返你結婚擺酒嗰陣擺咗幾多位，每一圍有幾多人，嗰啲全部都係你嘅人脈庫。再講啊，市場上面個個都需要健康，個個都想揾多啲錢，只要你肯開口分享，對象其實好多。第三關，我口才唔好，唔識講嘢。其實做直銷最好嘅口才唔係把口識曉飛，而係真誠。你試諗下，你推介間好食嘅餐廳俾朋友，需唔需要好口才？唔使噶嘛，只要你熟悉產品，真心覺得好用，將個好處講俾人聽就得噶啦。專業知識我哋會有訓練教你，但係真心話就要靠你自己講出口。接下來幾招都係拆解大家個心魔。有人話我唔中意推銷，其實我哋係分享，就好似介紹好戲俾朋友睇咁，係將好嘢帶俾人，係幫人嘅事業，個決定權喺對方度，唔使誘惑力。有人話我冇興趣，坦白講，好多人返工都冇興趣嘅啦，咪一樣要做。直銷係一個工具，俾你賺到錢，有時間去實現你真正嘅夢想，例如攝影音樂。咁你話值唔值得做？如果家人反對點算？通常反對都係因為佢哋唔了解啫，帶佢哋嚟了解下，或者用你嘅成長同改變去證明俾佢哋睇。反對隨時變支持。仲有人怕做直銷無面，記住真正的光彩係來自成功。當你建立起自己嘅事業，幫到人又賺到錢，嗰陣時先係最有面。怕麻煩，趁後生努力3-5年建立基礎，總好過老咗無氣無力先嚟辛苦工作。有人話仔女太細做唔到，正正因為想俾最好嘅未來，佢哋想佢哋讀好嘅大學，先更加要做呢份有彈性，可以建立被動收入嘅事業。多一個小朋友就多一個努力嘅理由。有時候最大嘅敵人係自己，覺得累、滿足現狀或者冇信心。各位試下跳出舒適圈啦，冇人天生識做醫生、律師，家全部都係學返嚟。喺度你唔係單打獨鬥，我哋有主管有團隊撐住你，邊學邊做。只要你願意嘗試，你絕對比你想象中更強大。嚟到第14關，好多人挑戰你，市場飽和啦，太遲啦，好多人做緊啦，錯晒，飽和只係一種心理錯覺。你睇下宗教傳咗2000年都未飽和啦。再睇下條街，點解要有電器街、波鞋街？因為成行成市先好做生意，越多人知道，證明個市場認受性越高。而家加入有更好嘅系統支援，係食住條水上高速公路，絕對唔係夕陽行業。最後幾關講到最實際嘅錢同產品，有人嫌賺錢慢，同打工10年8載先升職加薪相比，直銷係一條可以用低成本創業嘅加速跑道。唔好問我賺幾多，最重要係你想賺幾多，個目標由你定。
驚被利用。我哋係雙贏嘅制度，多勞多得，努力嘅人隨時可以超越上限。覺得產品貴，健康同美麗係無價嘅朋友，一分錢一分貨。長期嘅健康效益一定贏過短期慳返嚟嘅成本。好啦，拆解晒咁多招式，嚟到最終將傳授你終極絕招。Share your story， 用故事說話，講幾多理論數據，有時都未必夠一個真實故事咁有力。分享你自己產品用到好嘅見證，你團隊成功嘅案例。善用社交媒體，讓口碑幫你做宣傳，呢個就係最強嘅武器。各位大俠，武林席已經交咗俾你手，世界變緊，擁抱變化啦。既然大家都注定要忙，點解唔為咗將來可以有錢有閒而忙呢？唔好再猶豫啦，下一個直銷武林高手就係你，即刻行動，一齊打天下。